爱上午啦吼，免受字啦吼，民国91年甲啦吼，就好教育部有做考了客家考试啦。啊，网底按号吹半恁一摆就考大啦。啊，迄个项啊是减4只学校啦，有冠山啦、德国啦、台北啦、万安。啊，若迄个学校有嘛发通互爱听鼓励学生来参加啦。啊，安暝七到会发信息迄个指导安尼啦。我在妹妹讲方法，了语言的吼，语言因为做咧导学，毋过爱上法师讲啊，恁即个语言恁着先学会咯，先学会咯，因为长咧学种语言。多多少少了都史台语教讲落说，因为行目标咯，了教育子孙咯，无限摆哦，连上台都。